5月29日，真正的寬容。護戒協會會員資格的唯一要求，就是擁有停止酗酒的願望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08頁。在聚會序言中，我聽到了第3個傳統的簡短詮釋。剛到協會時，我還是無法接納自己，接納酒癮，接納上蒼。如果會員資格附加任何身心、道德或宗教條件，我早已迷失離世。比爾·不廖先生在關於4傳統的錄音中說，第3個傳統是個人自由的憲章。最讓我感觸深刻的是，實行第3個傳統就是寬容，接納我，也接納其他和我一樣受酒癮困擾的人。我深深感受到，接納就是愛，而愛就是上蒼對我們的心意。